呢個故事叫《大猩猩的麵包店》。秋天結束的時候，大猩猩在沙丘的前面開了一家小小的麵包店。咕咕咕咕，好香的味道啊！母雞們來了，咕咕咕咕，有人在嗎？往廚房一看，大猩猩出現了，歡迎光臨。聽到大猩猩的洪亮的聲音，母雞嚇了一跳，顧不得麵包就轉身逃跑了。哎呀，想什麼？我要是不好好招呼客人啊，是不人的。大猩猩的心情很沮喪。喵喵，有人在嗎？這是綿羊來了，歡迎光臨。看見突然出的大猩猩，綿羊嚇了一跳，顧不得麵包就轉身逃跑了。哎呀，我打招呼的方法要加強。一是一定要，一定是這樣。接下來是碗紅先生。這一次大猩猩路開棚了，歡迎光臨。這時看到大猩猩下排大大的牙齒，碗紅先生顧不得麵包就轉身逃跑了。哎呀，我真係傷腦筋。該怎麼辦才好？麵包都賣不出。那天晚上，大猩猩一個麵包都賣不出。他一邊吃麵包，一邊想方法。
二天，小兔們來了，這時櫃台櫃台後面出現了大猩猩玩偶，歡迎光臨啊！麵包店老闆是玩偶，小兔子們高興地，我要巧克力麵包，我要夾心麵包和甜甜圈，我要奶油麵包。壞脾氣的小狐狸走了過嚟，走開走開，我要買先。這時候大猩猩玩偶裝模作樣地發出奇怪的聲音。哎呀，是小兔子們先來先。